我是罗生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疗愈眼疾修持法启目观音的法门。基于我们自身所造的业，在果报成熟的时候，我们会经历许多源自于四周、人、环境、食物、声音、水源等因素所产生的问题，它们可以带给我们苦恼、不适或问题，甚至干扰我们的生命品质。在释迦牟尼佛所传授的密续中，有许多修持法可以让我们避开可能遭遇的许多问题。这些修持法中，有些必须获得灌顶，并观想自己为本尊，从而净化邪见；有的则无需观想本身为本尊，两者皆有。观音或观自在菩萨以数以百计的形象化现，它可以化现来治疗我们，协助我们克服障碍，增长善根，成就智慧，净化业障，最终达到圆满正悟。自古以来，西藏、印度、尼泊尔、蒙古、阿富汗、喀什米尔、中国、韩国及日本的佛教大德都依止观音菩萨的不同化身，并获得极大的利益和加持。今天占督果仁波切要与我们分享的这尊观音菩萨，能特别对治我们双目的缺陷、病症和障碍。五官之中，眼睛至关重要，因此当双目出现问题的时候，的确很令人担忧。仁波切推荐的这个修持法并不需要受过灌顶，无论我们的双目健康或患有眼疾，我们都可以修这个法门。如果我们的双目健康，透过此修持法，我们可以获得特别的智慧之眼，参透佛陀的教义，清晰地识破轮回的骗局。我们所获得的智慧之眼，将使我们参透宗喀巴大师和龙树菩萨所阐明的万法实相。我们将获得锐利的洞察力，看透万法存在的实相，那就是空性。事实上，此修持法门能帮助我们在修行上获得成就，向我们揭示娑婆世界的实相。这乃是至高无上的智慧。如果我们患有眼疾，此修持法能在求医和服药的同时起治愈作用。你可以在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间及任何地点持诵相关的心咒，直到痊愈为止。有时你可能会梦到双目被清洗，或者你在清洗自己的衣物或房间，或者一位僧人正在洗涤屋建、爬山，看见太阳或月亮升起，或者呕吐。这些梦境都是显示你正在净化业障，也是疗愈正在进行中的征兆。即使你没有做这些梦也没有关系，因为此修持法能加持你的双目，增长你的智慧，并且最终引领你获得圆满正悟。以下是进行启目观音日常修持的步骤：一、让自己舒服地坐在椅子或蒲团上，静下心来，并调整发心。二、皈依，深信观音菩萨是最圆满的皈依对象，念诵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3遍。三、持诵修心8颂。第一颂：恒怀真爱，我于一切有情众，视之尤胜如意宝，愿成满笔究竟力，恒常心怀真爱情。第二颂：思维卑劣，随处与谁为伴时，视己教诸众卑劣，从心深处私利他，恒常尊他为最上。第三颂：极断烦恼，一举一动观自心，正当烦恼初萌生，危害自与他人时，愿即呵斥令消除。第四颂：愿悉此宝，秉性邪恶众有情，恒为猛烈最苦迫，见时如遇大宝藏，愿恒悉此难得宝。第五颂：自受亏损，他人出于嫉妒心，非礼辱骂谤我等，亏损失败我取受，愿将胜利奉献他。第六颂：是害为师，无惜饶益助某人，且曾身心寄厚望，彼虽非礼妄加害，愿视彼为善之事。第七颂：暗取他苦，无论直接与间接，
愿献利乐于慈母。如母有情诸苦患，我愿暗中自取受。第八颂诸法如幻，愿此一切我所行，不为人法念垢染，已知诸法如幻智，无执离缚而解脱。四礼赞观音菩萨，净极无瑕洁白身，阿弥陀佛顶上言，慈眼悲悯视众生，归命顶礼观世音。五持诵启目观音的心咒，以下是占图古仁波切亲自念诵的心咒，念2遍。Teata Om Huyu Huyu Hudu Hudu Kili Kili Zakuma Ye Tri Rutri Naye Soha. Teata Om Huyu Huyu Hudu Hudu Kili Kili Zakuma Ye Tri Rutri Naye Soha。以下是占图古仁波切亲自念诵的主要心咒，念诵21遍或更多。Sale Sale Mum Sale Kunri Soha。Sale Sale Mum Sale Kunri Soha。以下是占图古仁波切亲自念诵的心咒，念2遍。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然后在持诵以上心咒完毕后，吹向无名指，然后以左手无名指擦拭右眼，以右手无名指擦拭左眼。6. 祈请加持，无期护主圣者观世音，度脱衰苦有情大悲藏，汝之大悲加持第10力，祈请此刻现前示于我，无师所造难思之恶业，总及特别忏所造眼根，坏施之恶业及罪堕等，祈求加持迅速清净除，所造法师供养灯明等，所及善业众生皆无余，获得天眼容貌清净德，现前去入甚深真实义。总之大悲圣天观世音，除汝之外不寻他归依，解脱无护哀泣之无苦，其加持所悉欲任运成。我们应该以非常强的信念和信心持诵以上祈请文7遍。7. 回向，愿我成此善根力，速即成就观音尊，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观音地。若时间有限，可直接持诵心咒，并每天带着信念，尽量持诵越多遍越好。若家中设有佛坛，可以给启目观音供清水、香或鲜花。若无供养也没有关系，即使你不是佛教徒，无论是哪个传承和背景的人，都可以修持此法门。观音菩萨的加持并不受限于我们对身份的定义，反之，他的加持犹如太阳般普照众生万物。在持诵心咒时，观想光从观音菩萨胸前的双手往下流入你的双目，并且加持双目，令病症痊愈。作为治疗过程的一部分，你感受到双目温暖，并且感觉双目内有动静。此修持法不带任何危险或副作用，它是既温和又简易的法门。这是一尊耸立在蒙古的启目观音圣像，启目观音在胸前的双手平放在胸前，并持启目手印，另外2只手持宝瓶和明镜，瓶内盛满净眼甘露，明镜则能看透实相，也就是空性。他面容平静，双脚并拢而立。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想要学习更多佛法，可以上占图古仁波切的中文博客 www.tamrinpoche.com/l/cn。谢谢大家。